手把手祷告手，小男孩拿出笛子，吹起天空之城。这个音域让人感动，音域有一些凄美，好像这个理想的国、理想的城要找寻，要经历许多的酸甜苦辣。我们身为神儿女，我们有没有一个上帝的国、上帝的城呢？有啊，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这样说。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当我们按照这样去活出来，会有苦难，会有一些困难，会被批评，会被不了解。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，他们国教信基督教以后，他们越来越衰退，于是就被攻击，归咎于基督徒太软弱了。奥古斯丁可是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罗马的衰退是因为道德的衰退，基督教不但不是罗马衰退的原因，反而有助于道德的提升，而这个对一个国家、对人民是重要的。也就是人民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爱。因着爱，他们可以爱上帝，彼此相爱。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可能跟世上的法则不太一样，但我们有经历那选择上帝法则的，是多么奇妙的事情。感谢一件事，使我们因着活出神国降临的国法，使我们的生命被提升。恳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，是要俯伏在神国降临的国的法则，那一定会有困难。恳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的家庭一定也经历过，我们选择活出神国降临的国法，那美好的经验现在数算恩典时刻哦。手牵手，基督的手。